嘅人文景观同客家风情，本当地人了到无上嘅赞。另还有一道菜体酱油嘅野菜，本游客吃到当贴片。 这是我们美浓的煎拌花，看过吗？好，非常特殊的，而且现在这个时期还不一定是有，所以这个是现在暂时去收购的，没有几个，然后里面有师傅，没有师傅。也种也练啊吼，我都种铺较少啊，看到当奇怪，家都去变路顺，看到奇好奇怪浮的种唔定乜嘅东西，叫原来系野菜啊。 农民很辛苦的种哈，那我看到这么多的菜很高兴啊，要买回家送给亲戚朋友。俺们闽农人，尤其客家人，本身就从农业开始出发的嘛。各位，俺那个享受完那个雅典的世界啦，我俺就希望讲，啊，那透过俺的一个俺本身一个文化，俺卖的唔系像阿康产品，还能对待客家来讲有特色的、有意义的一个蔬菜，所以俺那么想讲啊。 要比较俺的闽农哈，俺的农业要个转型。几廿年来，闽农已经变做有名嘅观光景点，嚟摆搭配当地酱油嘅农产，拥有菜体风土特色嘅饮食文化，呈现农村自然嘅生活态度。希望借这个来结合俺的那个观光休闲旅游啊方面的部分。农民来讲嘛，闽农有按好嘅农产品，有按好嘅农业嘅条件，过年来也嘛有按有客家特色的文化。 可以用那个农业跟俺们客家文化的创意产业有冇可以来做一个结合的？闽农亚食节主打嘅农产品就係雅蓮，一種水生植物，特別到了採收季節，農民必須辦古村。 同雅蓮連根綁起來，嗰套比頭行揩來揩去，先四劈一條插錯。不過安尼還算唔得，嗰個四個插節愛慢慢剪劈。cái gia đình là hâm đồ nhất thiên họ như theo cốt là họ tông nhất là hâm đồ lượng chẳng không nhẹ là hoàn thiện cốt kiều hoàn thiện như theo có một hâm đồ 300人嘅300人300人嘅。既然係野菜，就唔是睇到嘅技術，只要有好嘅環境，雅蓮就是得自然生長。cái注意就 ที่แต่หอจุ่มมัวปุ่นกี้ฟุตซูลูก็ไปใส่ส่วนงานที่เตรียมมัวบีฟุตซูลูที่นี่มัวอยู่3เพเว3เสอันนี้比人慢慢嚟睇人就做得了。目前闽農種雅蓮嘅面積大約50公頃，年產值有1.5到2億，倆攏係全國前高。一下闽農嘅雅蓮農。 大約有200個人，後續遷徙愛投入嘅人力，各係幾廿倍，所以雅蓮日後產業也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如果對俺的外籍新娘加入俺的闽農，其實個對農村婦女的就業方面來講啊，沿這個遷徙雅蓮的過程之中啊，嘛造成一個佢大一個事業嘅來源。 愛料理雅蓮，先是在使到熱門嘅方式，就會用炒芥，將雅蓮同薑絲、蒜頭、豆漿慢火去炒，香香嘅色，本人看到就想食。亦係同鳳菜頭絲、木米絲、拍盤魚，綜合薑葉剝到混，添粉了後，加入一炒一炒嘅雅蓮，就會一出雅蓮創意料理。 也可以做成那个类似像翡翠根的样子，嘿，因为我们的雅莲的强空在底飘在上面，会讲都炒开啦。闽農嘅特色野菜係有啲嘅福菜，當天然也係做學菜，料理方式同雅蓮相關，添加薑絲、蒜頭還有豆漿，綜合去炒。 另外還有了解按照拍風光，相關係慢火去炒，就是在食到好美水。雅蓮的以前它是生長在田間的總政府必備一種野菜啦。境內有專門的人體種。福菜花伊含出上啊提案的呢，俺哋闽農有絲喎。
无为神还有一种野菜又出来啦，嘿，那个拍凤冈吼，如果踢配咯，它也是一种野菜，俺的闽农人最不是要上种菜啦，嘿，所以俺的介意一个名都闽农三宝安尼。除了闽农三宝之外，其实到闽农嘅田乡也係初步度农事嘅程度當道嘅野菜。白鹤灵芝草，它是一种，它的花像一只鸟，一只白色的鹤，很像一只鸟。它的功用是夏天的时候，它这个来烧那个青草茶喝的，嘿，它会生津止渴，也降肝火。来，这个是龙葵，它是一种可以当野菜吃的，它的花是这种小小的，是花是这样的，它有那个结果实，它的果实成熟的时候是一种紫色的果实，因为它这个是野生植物，所以它有那个植物碱很多，所以要穿烫以后吃比较好。真的马齿苋，它的口感它有分红骨的，有分白骨的，这个梗的我那个骨的，就是它的茎是有分白色的跟红色的，它的口感吃起来当野菜吃，它穿烫过以后，那它的吃起来那个口感是酸酸的。呢道野菜雖然唔係闽農嘅特產，不過卻係長久以來同闽農人生活關係當前嘅生活。俺的闽農人跟俺的一個大自然的環境吼，其實就是共榮共存啊。像俺的我感冒的時節，可能阿媽會煮叫鹹米本身，叫鹹米就是俺的，還記得沙時它有一種草的魚腥草，夠有名冇？嘿，其實一個同俺的講嘅叫鹹米。闽農嘅飲食文化充分反映出傳統生活，所以辦夜市節除了推銷闽農之外，也希望其他嘅鄉鎮是得反轉頭來看下呐，自家嘅鄉民文化係咪是得透過包裝打造出無窮款嘅特色。今年啊，闽農來推一個，跟俺的客家相當有淵源，按層面一個作物，能夠做一個帶頭的作用。好，希望講我俺的每個客家鄉鎮能產出一家最有特色性的一個產品。好，嚟結合我天然嚟了解俺的文化。本來無人愛種嘅野菜，嗰個是嚟代表大自然嘅生命力。對農村嘅野菜出發，了解農村對大自然、對生活嘅態度，也本然對觀光有無窮款嘅角度同體驗。